分享收看福喜来嘞，我係 Rita 林玉天。今日一下子高鐵咧，安尼福喜來嘞同大家分享青島嘅好消息、好內容。當然呢，一年從頭到尾都係繼續好下去哦，實實掉出好彩來俾大家哦。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嘅台裏邊呢，佢當中名係差唔多當然是得到苗栗揭出嚟攤水，是係散散無二風啊！今日來到節目當中係安尼嘅攤長哦，傅玉謙先生，實實來分享先生。大家好，我係苗栗散散無二房嘅團長傅玉謙。今日當天來到安尼啊福喜來同大家來分享我今年嘅新嘅舞蹈作品哦。耶，傅玉先生好，看到我啊，就我嚟跳舞一下咁做得啊。咁節目呢，時常會看到哈，先生呢，韓國人團出嘅舞蹈嘅老師哈，同大家哈，向下來演出，向下來健康一下哈。當然今日來到節目當中，當重要。今日我同大家來分享，而家當用心、當有創意嘅新嘅舞蹈了。係啊，當歡喜，大擺主啊來到也福喜來帶觀眾朋友大家人來認同。根本就冇咁樣哦，根本我介紹舞蹈俾大家來看看今年新嘅散散新嘅舞蹈作品哦。係啊，先生唔知㗎嗬，從細到大都來跳舞嗬，跳唔會難嗬。做好跳舞咩？我嘅就唔曉得，很幸福啊！咁當然哦，竟然講嗬，竟然有新嘅東西要同大家分享。聽錯就係大家唔識看過散散來表演嘅，韓國講嘅叫做青島嘅新師老生意。係啊，散散當年嘅作品，大家人就冇看過哦，而且我都只跳一度聽聽咯。冇安尼，萬那嘅順飛安尼哦。有時也會啦，啊唔過吼，盡量就作品然後冇跳多啦。哎呦，愛空起來啊！空起來啦，較珍貴。人講吼，愛耐時看，愛實好時間到嘅吼，咩忙前到就急急去買票吼。根本嘅大家看節目，天公嘅就去看佢哋表演吼，天公就演出嚟呢。係哦，分享大家一定要來到苗栗咯，僅此一場。哇，僅此一場，睇起來是當珍貴啊吼，也係限量嘅吼。天公嘅呢，啲苗栗嘅總正號。也會有千號嘅表演堂，會同大家分享嗬，散散佢哋最新嘅作品嗬。咁廿擺呢，唔講創意嗬，有乜嘅青島啦客家結合嘅呢？有啊，今年散散作為作品啦嗬，就係人家的今年推出嘅新的好戲《詩茶樂舞》。那大家一堂就啲詩茶，那就是有詩，然後又有茶。大家就啲呀茶係客家人在生活當中，茶是不可或缺的一個生活的一個飲品。我這當神奇哦，客家人嗬，可能平常時屋企嗬，早晨好長。茶就泡好誒，我細細就我阿公阿婆出嚟安尼嗬，記得冇聽錯話食滾水，唔過聽錯愛食茶。好，那我們的生活背景同樣哦，啊唔過唔係阿公阿婆，我係爸爸媽媽啦，嗰種年代有差別。同樣咩係安尼呢？是。嗰時候廿擺也係茶，因為客家人種茶咩，就青蔥有嘅元素。是，廿擺我想到我來做也叫詩茶樂舞，就因為我係客家人咩。那茶都人家都成塊係當沖飲嘅一隻飲品。嗰時候其實我當做就想我做客家一隻元素。可是之前呢，就某樣方面靈感。嗰時候我們就推過收東西啦，好推過客家的大辦的啦。那今年呢，我們在年初的時候就有一隻新的想法，就想無論以後一定要老客家人暗合的元素茶來跟舞蹈做一隻結合。是，係啊，當用心哦。大家看嗬，其實愛做一個新嘅舞嘛嗬，冇咁簡單，你都要有青島，譬如講做起嘅發想，當用來正經用來編排，請萬人來跳，好萬人做舞間，好萬人做古嘅藝術嘅總監嗬，要動到愛思考嘅，愛用心嘅嗬。我看散散無二房，你哋規個教好，還個每個部門還要分呢，分都重要哦。係啦，我冇按強咩愛去揀做嘅啦。我們散散係一個團隊。
哎，底杯虽然我是团长兼艺术总监，你轻模寒呢？还好啦，还好。最主要嘿呀的团队底杯有表演组长啊，有教学组长，加的较辛苦啦。可是我们这一次的诗茶乐舞，嘛共用嘿哎的珊珊的一个团队去执行发想创作的一个成果啦。哇，要做一个两头哈，无咁简单。不过安尼看起来就伫动成功，因为你要带一个团队，要整合，要花青岛嘅心思。我又看安尼，亚伟哈有青岛欣赏嘅介绍哈，哇，到位都有来头哦。世界蛮耐去比赛表演，哦，韩国记得咩係青岛人真好上咧。係啦。跳舞组咩讲，越好上越好动。老人就讲，细细开始跳舞嘛，哈。嗰时候我哋团队嘅师资嘅背景啊，哈，得3人组喺3歲，終於來珊珊跳舞。3歲就開始跳啊？3歲都來跳舞啊！跳太過後呢，我們一路就會老給帶到學校接受舞蹈學校嘅專業訓練。哦。哎，得3人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很深的一個資歷。嗰時候呢，得3人雖然當後生，啊唔過真實嘅到資歷當深厚，因為我哋跳舞除了跳舞之外，最主要就是表演。啊，那我們珊珊呢，我們除了在國內表演之外，我們也常常在國外發表我們的作品。係，嗰時候我們師資的團隊得3人當後生，啊唔過資歷很好啦。哎呦，太有來頭就做嘅呀哈！咁一擺呢，你哋發想安尼。詩茶樂舞吼，安尼看起來就有4個當重要嘅元素哦吼。一擺聽講，呢度會用青島嘅道具，個道具完全自家做哦，有冇安聽呢？我安尼想啦哈，其實跳舞啊吼，唔會當難啦。太感人就會跳舞，可是我因為要創作一個可以讓人家回味無窮的作品，是要很用心的。哇！咁樣係可以本人很回味呢？那當然，當到嘅東西一定要發自內心，唔要真正去有按你靈感，有按你當深入嘅一個想法。嗰時候呢，在要表演之前，我都除了在舞蹈的創作上面，我都要會貼配在服裝跟道具上去琢磨。嗰時候，我都要把嘅地步呀，哈，不光係服裝，也係道具，確實留到係自家發想。啊，你發想嘅東西，我本就買唔到。哇！嗰種嘢嘅東西，當到你再自家去想象、去測試，然後去成品啦。哦，佢欣賞唱，安尼有安尼嘅靈感，對發想都見吼，天公要演出了，係啊，花1度嘅時間。我呀作品其實醞釀在我的內心，而做茶元素其實係動久，它要用年來數啦哈。啊，唔過我真實去執行嘅哈，我可能到新月的開始，我就有一些初步的發想了。嗰時我差唔多新月邊我就開始執行製作呀一隻舞展咧。哦，差唔多8張月嘅時間，差唔多哦8張月哈。啊，不過8張月之前留在心裡是動久嘅啦，醞釀很久了。從細就有，因為從細開始跳舞，從細開始識茶咩。哦，嗰時候一擺吼，安尼天公就會演出吼，心情用誒。動聽啊，因為一個按辛苦的作品可以跟大家來分享，也就係我傾向的呀。嗰時候我希望天公也可以邀請全台灣的人都可以來到我哋苗栗的文化局，來跟我們共襄盛舉，來看看我哋做嘅茶好冇？我來識茶吼，家下先生講吼，安尼全世界嘅人吼，我想唔單止安尼台灣嘅朋友在看客家電視。青島海外鄉親咧，啊唔通係等以後一下天機票啊，可能就比真來嗬。一擺啲舞台檔嗬，除咗牙家講有專業嘅先生，還有小朋友誒。係哦，我哋舞團哈，基本上應該係小朋友差唔多5、6年生以上，都初中都高中，也係我哋最基本嘅一個團員。啊，唔過呢，一擺等下係會慢慢同大家介紹詩茶樂舞哈。我總共有9個舞蹈，有當道嘅元素，其中有一隻嘅元素呢，貼拍條線較細小朋友。哦，懂得一下咧。係啊，就香港這樣嘅元素，
用按小的舞者来表现啦，哈，可能太感人，我知道除了好看以外，还有一种欢乐感。嘿，嗰时候也摆住较细小朋友。哇，先生安尼讲吼，我就批到茶香呢，我想要茶吼，听说当甜，当好食了。对啊，等大家人来品茗。系啊，好，咁先生我等下吼，好好同大家介绍哦，也请大家吼，这个不卡泡一杯好茶，吼，等下继续来安利嘅诗茶乐舞啊，叫下来食茶哦。大家有食茶吗？今晡日啊来到节目当中哈，33舞艺坊哈，要同大家介绍诗茶乐舞哈，也记得最新嘅舞蹈哦哈。当然家讲到吼，哇，有青岛嘅创新，韩国。青岛嘅用心吼，连陶器就会自家做呢吼，人讲吼不眠不休，整然就会安尼啦吼。再次来欢迎团长同艺术总监就傅玉琴先生。嗨，大家好，有皮都也得会了，我同大家讲下跳舞嘅吼。跳舞。今日讲到安尼，有请大家讲下来食茶吼，其实也出新嘅舞蹈吼，发青岛嘅新片，同大家介绍一下，还有水袖，还有飘扇。韩国做茶唔但像安尼擂茶，唔係安尼擂茶添，韓國安尼擂茶呢？係啊，今晡日啦，吼，我想來到也吼，一天我同大家來介紹詩茶樂舞規則嘅一隻舞蹈表演的一隻分析啦，吼。我們的主題詩茶樂舞嘛，哈，嗰時候最主要的元素，含黑就是用茶來跟舞蹈做一個結合，哈。嗰時候一開始呢，我也就想有看過，大家有看過茶對嗎？可是沒想過茶苗是怎麼來的，它是，大家都沒想過哈。嗰時候一開始噶哈，大家就會看到在青城上面，我們就是有撒種子。茶苗撒種子，從撒種子開始，所以講的一開始呢，就是種幽香。哦，再來呢，我們就從種幽香開始，拍咯就開始摘茶呀，去做啲摘哦。再來就種茶啦，哈，一切都奉茶到詩香，有9隻舞蹈。9隻舞蹈呢，我哋最主要嘅想法就想講。給茶元素按到，可是茶的感情也是很深厚。嗰時候怎麼嘅會有講水袖啦，哈，因為我哋想講茶係客家人很懂主要的飲品。各位呢，33訓練懂到的小愛好舞者，他也都要。離開家鄉到台北啊，到比較遠的地方，大邊，有樣。嗰時候呢，我們為什麼會有詩香啊？都是想講聞着茶香味，想回到自己的家鄉來。不過家鄉上是有離岸暗煙，好又唔係講一下就做得比較啲，好安尼水袖去台北，安尼重演嘅情感。我看玉婷可能舞跳的當後，佢屬於比住真實都有念家的感覺。我唱做得安尼比下，係講真正嘅水袖拿來清長又要扎啊扎，好佢係言之以頭擺嘅豫劇、京劇，就安尼嘅舞蹈，還個戲台上嘅表現呢？係啦。我們的最後一首哈，除了摘茶製茶之外，在最後一首的時候，我們希望我們客家的孩子，他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鄉，他永遠都有思念家鄉的感覺，記得他的家在哪裡。那這個水袖呢，它古時候我們知道產業的西門影其實是不露膚的。嘿，嗰時候你看古時候的小姐夾到手的當床，嘿，夾到手的當床，哎，安尼地凳的咩哈？那過後在舞蹈上就衍生當床的就是水袖。嗰時候我哋呢，也擺就想到講用水袖安尼元素跟詩香。做一個結合，嗰時候最後把一條舞詩香，我哋就利用水袖的元素來表示那種家鄉的那種遙遠。嗰時候也就排到最後把一首
就用水袖来表现思乡。思乡情哦。韩国有一个陶器就係做安尼嘅飘扇，大家看到扇嘅安尼拍，不過迄個佢做到清重，佢咩軟嘅哦，絲布安尼，絹絲的安尼，對，就沒有安尼綿延東重嘅感覺。其中有一條舞叫茶韻飄香。茶韻飄香呢，我哋呢個構思家下吼，我想講，我用嘅來去想象茶葉嘅感覺，就參一婷底下嘅飄散。哈，剛才就想用飄散的這種柔軟，去把它表現茶葉經過沖泡之後，葉子打開來的感覺。然後因為它很柔軟，飄散它的那個尾巴，它很柔軟。哈，嗰時候我就在茶韻飄香嘅樹屋底部，就想到用嘅飄散。綠色的飄散來表現茶葉經過沖泡的那個香味餘韻，是，所以我們有選了飄散這一個道具。係哈，係一擺嘅服裝哈，沒有特殊嘅設計，錯嗎？係哦，一擺服裝完全都是根據我們的舞蹈來做一個表現。好，昨天看到有茶嘅意象。嗰時候我們會都鐵樹，因為鐵樹種幽香啊。第一招我們在描述的就是說，有一群少女，她們在上山播種，但是呢，它瞬間就要變成一個小茶苗哦。所以她在很短時間，只有30秒的時間，她就會換裝。是，他會換裝在另外馬上在另外一個畫面裡邊，他表現的就是一個小茶苗，他馬上就把妝換成了小茶苗。然後我們還有手绢，因為手绢它是一個旋轉的東西，對，我們在第一手的時候就會表現有茶的服裝，但是它不會是我們想象的就真的一片茶葉，會比茶葉更漂亮。嘿，安尼出電睇家自己去看哦，吼。家先生講吼，講有手绢安尼吼，其實安尼就要有真功夫呢。是哦，因為呢，東西吼安尼滴啊滴，看起來真簡單，冇生意出比較咧，冇生意出大嘅咧。我聽下意了。係咯，家講到安尼思鄉情吼，轉到安尼珊珊皮用按到嘅聲音吼，有聲音睇嚟轉到唔嘅滿意房。來告訴我，其實亞珊珊的全部團隊哈，全部都會上聲音了，愛搞嘅啦。係哦，真嘅一直都有哈，睇嚟韓國轉來哦。全部家都就去舞蹈學校畢業以後，然後有一些有到國外去留學、遊學之後呢，這個轉到珊珊了。然後經過我的師資訓練，嗰時候其實珊珊的團隊全部就會在珊珊長大的孩子。難怪感情漸深，對，做一件事情就太加團結，然後去做好啊。我們不但有一起革命的情感，而且還有一起成長的情感。真嘅，是。一擺看一嘅戲嘛，吼，感覺到舞蹈底度有冇強用舞蹈風格嘅元素，吼。一般按你來看珊珊嘅舞蹈嘅風格，係屬於哪一種嘅？我想按你啦，吼，跳舞其實有咁多種。我希望那珊珊呢，就係一種多元化的一個表現。嗰時候呢，我當年的舞展啊，哈，除了有一定的風格之外，不外乎我一天我都不相同的風格裡邊來做一點的顛覆跟改變。我唔會本規則嘅舞蹈看起來全部都同樣。嗰時候呢，一擺嘅風格，貼着種幽香、採茶。佢可能較偏向於人家的民族舞蹈，可是呢，我中間又排一隻倒茶香。這個倒茶香呢，其實我們也是在古詩裡邊找到這麼一隻元素，因為人家底下客家人都有擂茶，有擂茶，冇人哋有倒茶對嗎？哈。那這個古詩底邊呢，其實佢嘅倒茶，佢用當柔美、當優雅，佢其中有一句話佢講不必武士扛，
表示就给我懂优雅。但是呢，我们在倒茶香的地方呢，我们给它创新了，我们要用武士扛。哎呦，按你就讲，轻有个力度的感觉。是，玉婷会跳舞哦，一讲就传达到。哦，对啊，还会欣赏哦。一躺就玉婷懂会跳舞。因为家哈，你讲到无论係水袖啦、飄扇啊，輕柔美嘅方式。不過既然要來做擂茶，要用豆嘅，睇下第個糍粑用重嘅咩？重出輕柔啲咩？而家嘅茶要用重嘅來說，聽說要有力度嘅美感。嘿，那我們就特別在倒茶香這一首歌、這一首曲子，我們在構想的意念裡邊呢，我們要有倒茶的一個意象。然後呢，我們又不要像現在的只有倒茶，只有擂茶，都有。我們跟它做一點點的綜合，所以我們本身給跳舞底部佢就有起承轉合。一開始你出來剛沒看到佢倒茶，他只是拿着一個這個道具出來，然後是慢慢的從倒茶，從擂茶，我們一般說這個叫擂嘛。好，然後這個叫倒嘛，好，所以我們有擂茶的動作，也有倒茶的動作，一直到結束。這就是我說的不必武士扛，可是我們確實要武士扛。對，所以您說我們這一次的風格，我們雖然也有很優雅的，也有很柔美的，但是在倒茶的時候呢，我們就改變了這一切的風格，我們帶來像您說的有力與美的一種表現。好哦，我想哈要把力與美嘅結合哈，結合到清好吼。當然家講茶吼，見講到茶，可能青島嘅觀眾朋友講哦，茶係清好。唔過吼，人講無論係種茶、做茶、食茶，就青島嘅學問。當然也有學問嘅事情，我記得做以前吼，就做嚟做研究呢，要做調查呢。等下吼繼續請玉琴先生同大家分享哦。也請大家好，先飲杯茶，繼續做到幸福起來了。前是洋菜，冬菇佢唔愛，阿婆買鹹菜。祝福你年年喜洋洋，送給你富貴又安康，穿上了新衣裳，紅當當，花即將來到你身旁。哇！老太太向下來跳舞吼，家看到你小朋友吼，大家都有發練呢，也係去年做一個展演，錯嘛？係啦。去年我的優美空央有一個新的創意，就是跟地景結合，很多環境舞蹈，與大地共舞。大家看到吼，無論係舞蹈嘅動作，又係服裝吼，加一片看吼，我專門先生講，先生嘅衫褲係你哋自家做嘅嘛，真上嘅自家做嘅。跟你哋吼規則嘅彈出嘅青苔，還要有嘅這個做這個紡織嘅，都自家服裝。服裝鋪，好完全就自家來哈，全部自家了。安尼看吼，我看到出舞頭吼就動用心咩，我相信咩青島吼，無論學生自家動好，還有家長咩動支持安尼吼。一定係啦，因為我想啊吼，人家就較好跳舞，較想跳舞，假使係無大家人支持，就像觀眾朋友啊，大家係無來人嘅就搭數啊，吼跳舞都無安尼棒啦。嗰時候田光宇表演時，大家一群嘅搭數哦。係啊，係啊，講到吼當然嘅製作吼，超動用心嘅地方，去年係來留大地嘅環境、天境嘅藝術，向下來創作，向下來表現。今年去做茶吼，頭前講到做茶，實在冇咁簡單嘅吼，你都要行當公去拜訪做茶嘅太年輕啊！冇拜訪咁做的，因為我唔會做茶。對，我就遇到亞拜嘅舞蹈，我想當年嘅發表，唔單止愛新嘅發表，佢愛好嘅發表。乜個人都好嘅發表呢？你要有漂亮的身段之外，最主要亞洲舞蹈係要有生命的。
它是要有内涵的。所以呢，刚才我们晓得周茶情孔子哈，当然我们就是要请教达人了。故说我哋味道也拜嘅诗茶乐舞，我哋有去拜访人家的苗栗嘅乡下专门周茶达人，我哋有去拜访佢，然后佢唱高一个周茶嘅过程啦，也去看佢嘅工厂啦，好，听佢讲周茶一个过程怎样嘅来，佢嘅环境怎样嘅来，我哋规则嘅团队过去。有老去拜访，哇！你大家傾下去，好似再嚟真好好開始討論哦。對，我哋歌場就係安尼。係啊，我想嘅做茶歌場吼，大家有機會吼，做得大家要請到咪當場觀光工廠安尼，後尾做得去深入嘅了解吼，就天講伊去看欣賞佢哋表演以後呢，再個去吐聲音呢吼，傾下去參觀吼，大家就會行下深嘅了解吼。當然講到茶吼，我相信客家人吼，一直都會安尼當熱心、當好客，喺講特別種下地方吼，大家無論係客家莊，也好多種青島嘅種頭，屬於嘅當好嘅文化，就係奉茶。哦，係啊，人家的客家人特別沒有挑擔嘛吼，人家的入出就係要用開單，要做事啊，係要開單，個開單一行又行當夜嘛吼，所以嘅路行有比較善心的人，會有涼亭，就會有用一隻茶，本過路嘅人，特別什麼按方便咩吼，本過路嘅人可以食茶，嘅蛋糕就會下單奉茶。兩隻詩嘛哈，嘅比較早期的時候，人就有看過，我們啲議題有看過冇？我都是有啦。喺以前吼去參觀一個地方，一古蹟哦，佢就表演茶。哦，韓國我去散嘅時間，我講，要不有人表演茶堂。佢講吼，就你韓國人去散最後就做的是，我講按好啊。對，要做係客家人哈，泰家人的一種善心。可是也係因為時代嘅改變，安尼狀況就變來變少誒。哦。但是呢，安尼係代表乜嘅一種感激，一種仁慈，一種分享。係呀。那我們客家人呢，我就老客家人安尼心情呢，把它跟舞蹈做一個結合。嗰時候我都倒數第二個地方啊，就有一隻很多奉茶。嘿，我老客家人安尼感恩之情呢，用奉茶來做一個舞蹈的一個表現。錯呢，哈，大家喺講平常時啲舞卡，也係講看戲卡嘅時間，哈，沒有啦，哈，呀，做後生嘅咩，哈，就愛奉茶，同你嘅爸爸媽媽、阿公阿婆，你嘅長輩咩，代表有尊敬。友好，就安尼親厚嘅有愛嘅文化。係，要是人客家人懂難得嘅地方，用奉茶來表達我們對長輩的一個感恩之情呐。錯，我想要不安尼做安尼戲劇，大家非常非常嘅期待哦，吼。像我自家講到茶，我就明起講，我自家有水茶呢，先生有水果茶冇？我冇糖過，我真嘅有水茶，我係食嘅清甜嘅鐵觀音。結果哇，我知道當好食，安尼食太肥，哇！結果我出頭拿份呢，人講你水茶了，咁你聽嘅都是要加下啦。我相信今日看節目嗬，觀眾朋友，唔聽咗一看佢哋嘅表演哦，你咩會水茶？當感通當好看，安尼就水茶，會念念不忘嗬。一聽下來哦，看田嗰啲珊珊呢，詩茶業務有辦法本大家水茶冇？哎呦，做得啦！安尼就全台灣獻了就一場係嘛？係哦，主要一場聽聽哦，就12月23號到苗栗咧文化局中正堂就一場哦，就一場哈。我相信呢，也咩當場大家送本自家嘅聖誕禮物啦哈。人講歲末年終，就要看一個好嘅表演，有一個心靈嘅饗宴咩哈？聽講嘅按舞台喎，哈按舞台7點半，請大家一定要準時哈，來到也嘅苗栗哈，人講嘅中正堂，也會來看人哋嘅表演。我想清明哈，一年會到尾咧，有咩請感謝嘅話，我同大家講咯。係啊，同歡喜
我到珊珊一摆嘅活動，都好到12月23平安夜前一日哈。嗰時候我就想用詩茶樂舞最優美的一個舞劇送給大家，跟大家一起過一個歡樂的平安夜之外呢，在新的一年，當然我一樣期許我們珊珊一直都有當好嘅作品。我們希望用舞蹈嘅一個專業嘅精神，哈。因為我係客家人嘛，嗬，用舞蹈專業嘅一個精神，留客家人嘅元素，做一個結合，一切對客家人有一個當好嘅表現，本客家舞蹈啊，嗬，唔單止本人看到好，又本人看到個我係很想嘅這個看，各位透過舞蹈之外，本人哋講客家人有當好嘅風俗啦。文化啦、精神啦，嗰時候我希望將來啊，陸續一切，我珊珊就可以為我們客家的文化用舞蹈立下一些大家人好嘅印象。哇！真嘅跳到全世界啊！我想還有青島嘅家長有非常多嘅支持呢。係我家長當支持，嗰時候我陪我買完了。哎呦，哎呀，我想因為有大家嘅支持，漳州嘅繼續下去嗬，有乜嘅家長嘅發本情感同嘅冇？我想安尼啦嗬。因為我也都平常都跳舞嘛，嗬，我同家長接觸嘅機會也冇當到啦，嗬。啊，唔過我看到我嘅聲音呢，可以一跳再跳，家長可以安尼批定起來，嗰我嘅票可以一買票就按咁買完，我想就無聲勝有聲了啦。哇！就記得用實際嘅行動來支持嘅團長，自家嗬愛運籌帷幄，可以推動幾隻團隊，未來還有咩計劃冇？我想啊，嗬，不變的想法就是帶領我的團隊哈，一定要精益求精。哇！不但要把我們客家的舞蹈做好，在台灣做得好，我到全世界也要做到好，也係我都冇改變過嘅目標。哇！你呢種啥？我想我去用茶來經營好冇？啊！咁謝先生點樣來同大家分享？茶莫帶酒啦，茶都清好嘅啦。祝福田光月演出順利啊！謝謝。有請所有嘅朋友，田光月看珊珊舞劇團來表演咯，好嘛？係啊，也係祝大家祝平安啦，嗬！一定要來到珊珊中正堂本珊珊奉茶。哎呦，係啊！好，感謝大家今日嘅收看，等下繼續聽你先生來做運動了，乾杯了。